男人正看着浴室的大漂亮洗白白，可这个大漂亮非但不生气，她洗完之后还身穿护士套装出现在男人面前。原来这个艳福不浅的男人叫苏晨。就在刚刚，他接受了段雅的投奔，但前提条件是这个大漂亮得听苏晨的话，拿着手机监控这个小妮子洗澡。我可不是为了偷看，这只是防止她在里面玩花样。苏晨看着手机里段雅曼妙的身姿，他理所当然的想到。没多久，段雅洗完之后，他就穿着护士套扭捏的走出浴室。苏晨，你给我这套衣服是不是小了点？大小刚好，一点都不显小。苏晨看着段雅凹凸有致的身材回答道。不等苏晨继续欣赏，房门外又响起令他心烦的敲门声。原来是高强等人又找上门来。你可千万别开门，那群禽兽把李娜都当食物了。段雅见状，马上向苏晨提醒。苏晨闻言顿时脸色一正，你说他们吃人了？不过苏晨只是略微思索，便继续去开门。不要随随便便砸别人的房门，砸坏了后果你们可担不起。苏晨开门的同时对高强等人吐槽。不等高强出声，江小倩却是率先呼救。苏晨，快救救我！高强等人见苏晨出现，他们犹如野兽看见猎物一般，目露饥饿的神色。下一秒，其中一个按耐不住本性，马上暴起。他拿起匕首就向苏晨怼去，没想到苏晨只是单手便制服了他。就在高强众人对此出神之际，江小倩突然挣脱束缚，她向着苏晨方向飞奔而去。眼看江小倩马上就要扑进苏晨怀抱，不料苏晨却伸手捏住她的脖子。一旦吃了人肉，身体便会发生异变，嘴上也会长出尖牙。你们已经不属于人类的范畴。苏晨似乎对此早有预料一般，他掐着江小倩的脖子，对高强等人比喻道：“你清高，你了不起。现在都他喵末日，能活下去就不错了，谁还管这些？”高强众人对此嗤之以鼻。就在此时，被苏晨控制住的韩小倩突然发狂：“苏晨，你可不知道那肉的味道，接下来就轮到你了，乖乖受死吧！”不过苏晨对此只是略微出脚，下一秒江小倩就被踹飞，但变异的江小倩却没有当场嗝屁，她抓住窗沿爬起来，恶狠狠道：“苏晨，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你的。”然而帅都不过3秒，更何况丑。下一秒，江小倩就在月光的滚烫照射下掉了下去。这个小插曲并没有打断高强等人围攻的节奏，大家一起上，不要给他掏枪的机会，不一会他们便一冲而上，对付你们还需要浪费子弹。苏晨见状不屑道：“小子，你可别太猖狂。”其中一个对此怒火中烧，然而下一秒一声枪响就把他带走。原来苏晨还是选择拔枪，不过我这个人就喜欢浪费。长发男等人听完顿时气得七窍生烟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借助变异之后获得的力量准备玩偷袭。苏晨大意了，没有闪，不过这并不妨碍苏晨单手撂倒长发男。小子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变异之后很勇啊？苏晨将长发男死死按在地上，嘲讽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当个好人送你一程。”苏晨话音刚落，长发男就被按进了钢筋混凝土里。就在此时，光头男提着匕首刺到苏晨面门，不过苏晨却对此毫无惧色。只见他淡定地夺过匕首，下一秒就将光头男抹了脖子。此时高强再也按耐不住，他也对苏晨发起了猛攻。然而这对苏晨依旧没什么用，只因下一秒苏晨单手就将高强砸进墙内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忽然从破碎的窗外跳进酒店。等苏晨定睛一看，原来竟是刚刚被踹飞的江小倩。看她的样子，似乎是又再次发生了变异。既然你阴魂不散，那我再杀你一次又何妨？苏晨看着再次变异的江小倩冷笑。